欢迎来到勾勾公好发，我是怡姐，我是敏华。敏华，你知道前2天啊，我去新竹关西，就发现那边的餐厅啊很特别哦，很多的料理都有咸凑入菜哦。你说的咸凑就是仙草了。那其实新竹关西呢，相当适合咸凑的生长哦，所以它也被称为是咸凑的故乡呢。而且啊，我觉得啊，这个咸凑呢，它的味道很浓郁，而且啊富含胶质，很多人都喜欢哦。你说到咸凑的料理，其中呢，我最爱吃的就是咸凑给通了。哦，咸凑给通呢，其实就是仙草鸡汤，我也很爱喝。不过我知道啊，这个咸凑除了可以把它拿来炖给之外呢，还可以拿来煮茶。煮茶就是榨茶，榨茶就是煮茶了。那你刚刚说的鸡就是给，没错哦，它真的是消暑生品呢。那如果我要讲说来关西一定要喝仙草鸡汤，这句话应该要告诉大家的是：来关西聽錯愛食咸湊雞湯，來關西聽錯愛食咸湊雞湯。今天勾勾公好发带大家一块来吃吃关西的独门料理。这是关西的咸醋茶，谢谢。那关西的咸醋来茶啊，当清甜当好吃了。不过啊，我常常在喝咸凑茶，但是我不知道咸凑长什么样子。海下兔没关关啦。这就是我们的咸醋人。那如果说咸凑榨茶用的是哪一个部位啊？哦，它用的是根茎叶都有利用。那这花没有利用价值哦？没有啊，这个花哈，它开花之后就没有仙草的那个胶质，磨一种给它给发。两黑娘咸醋给糖。关西的咸醋鸡汤啊，当好吃啦。咸凑榨茶都好吃，而且啊拿来煮给桶啊一样很美味敏华，我光看你喝那个仙草鸡汤就羡慕的要死，光看就觉得好好喝哦。真的，我真的吃了好几碗呢。因为呢，这种仙草鸡汤啊，它不论是冬天还是夏天，都很适合补身子哦。我们来赶快帮大家复习今天教的客家话吧。首先要教大家的就是仙草了，仙草叫做咸凑，咸凑就是仙草了。那么如果仙草鸡的话，里面的鸡就叫做给也就是鸡。那其实仙草除了拿来煮鸡汤之外呢，它也可以拿来煮茶喝哦，非常好喝。煮茶就叫做榨茶，榨茶就是煮茶了。那如果我要讲说来关西一定要喝仙草鸡汤，这句话呢要告诉大家的是：来关西聽錯愛食咸湊雞湯，來關西聽錯愛食咸湊雞湯。今天勾勾公好法带大家吃好料，我们再会喽。